嘛是甲钱有关系，这是古巴的政府伫去年有强制推动数位货币，鼓励大家用电子支付。也毋过呢，这个政策就和当地人用钱的惯势无共款，当地人也是介意用现金，而且有一寡店头嘛无想要用电子支付。啊，毋过即马因的政府限制纸票，而且嘛无要印大张的，意思即马连银行拢欠现金，民众若是要领钱，拢爱排队。古巴民众伫 ATM 头前排列等要领钱，不过 ATM 的机台毋是显示钱无够，就是伫维修。有人排几落点钟嘛领无半仙钱。古巴政府为了阻止失控的通货膨胀，加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透明度，以及对货币流动会当有更较大的控制。2023年推销数位货币，要求使用古巴比索交易。店面甲民众嘛拢爱用电子支付，毋过这无下古巴人惯势早一支一支钱出门，才有安全的感觉。到目前为止，大部分的店头也是无接受电子支付。国家一直扩大的财政赤字，政府限制大面额的纸票印制，而且通货膨胀使得物价愈来愈悬。古巴人需要更较侪钱，才会当买到生活用品，所以就算因的手头有钱，嘛无愿意放伫银行。这样一个原因，使得银行面临现金欠缺的困境。En el último dato que aparece en el marco estadístico, el 70% de ese dinero está en efectivo y solamente el 30% está en los bancos. 因为古巴比索伫古巴境外无价值，所以即个经济改革煞致使汇兑波动严重。本来古巴政府用固定利率24比索兑换一美金，为了降低民众对外币的需求，变做120比索才会当兑换一美金。不过即马伫乌市起价350比索才会当兑换一美金。政府的货币政策颠倒使得经济压力更较大。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。